而家我哋到第9題啦，咁第9題呢，一條好典型嘅三角函數嘅題目。咁我哋但凡見到呢一種題型呢，我哋只需要將個平方，你就可以得出我哋嘅答案啦。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呢，首先就係將佢成個平方啦，就等於1/9。咁一展開咗之後呢，就會等於 sin 平方 x 係減 sin x cos x 加cos 平方係 x 等於1/9。咁呢，又因為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於1，所以呢，呢度就等於1減2 sin x cos x 等於1/9。咁我哋移項呢，就會得到-2 sin x cos x， 呢度減1啦，咁呢度即係會係8/9。咁呢度照抄啦。咁我哋再移走呢個-2過去呢，咁答案呢就會等於4/9。咁呢度呢就冇呢個答案啦，所以就係以上皆非啦。